嘛是因为这个日月潭的水位实在是降到伤低了，所以过去地雷日月潭的物品嘛一一浮出来。有一个消防队员伫日月潭演习的时阵，伫水下码头岸边的烂土堆来发现一支手机啊。根据着这个手机的SIM卡联络到手机的主人，原来是一个大学生228的年假到日月潭佚佗翕相的时阵，这个手机无小心跌落日月潭底。一个月了后，手机是重见天日。神奇的是，这个手机竟然阁会当开机使用。可以，真的还可以用。手机佫真正会使用，伫日月潭已经浸个月，手机起死回生，来领回手机的失主的老爸老母是有够欢喜。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手机可以失而复得，因为掉到日月潭里，潭水这么深，结果竟然可以找得到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手机被找到时，拢包涂，看起来敢一支歹去的手机咧。当时一个南投集集的消防队员到日月潭参加演习，结果伫水下码头边的涂骹发现这支手机啊。然后就在附近在捡垃圾的时候，发现那个手机的镜头，它就大概露出就一半的镜头这样。就是露出这样一半的镜头。因为唔知要安怎联络失主，这个消防队员将手机交予做警察阿兄去找，用手机SIM卡号码去找到人。我联系上的时候，他们也是不太相信，说我们怎么能够找得到他，还以为我们是诈骗集团，不太相信我们。了解。原来是一个大学生，228年假的时去日月潭佚佗翕相，结果手机无适宜落入日月潭，想不到因为欠水可汗，经过个月日月潭的水位下降超过7公尺，手机重见天日。